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但以理书第4章28节到37节，马可福音12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奇迹。巴比伦国内底无有任何的人会当解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，只有但以理，因为上帝赏赐伊的智慧甲能力，互伊会通来解梦。其实毋是但以理家己的能力啦吼，因为只有上帝才是但以理的奇迹，互伊会通来解说这个梦。上帝的气力甲能力是但以理的奇迹，是伊所挖刻的。借着梦嘛来提醒尼布甲尼撒王应该着爱去顺服上帝，因为巴比伦的兴起是上帝是允准的，伊被灭无去互斩除的代志，嘛是上帝所有言的。上帝是巴比伦国家的奇迹。但以理书第4章28节到37节安尼讲着，这个事拢伫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。一年了后，有一日，伊伫巴比伦王宫的厝顶伫散步。伊讲：这个巴比伦王的京城，兼毋是我用我伟大的才通建立，会当彰显我的荣光。话讲了未了，就有一个声对天传出来讲：尼布甲尼撒王，我甲你讲，你袂当去做王啦！你要互人赶离开人群，去甲野外的走兽做伙住，亲像牛食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，直到你承认至悬的得掌权世间的国，伊要将国赐互什么人，就赐互迄个人。这个事随时伫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来实现。伊受赶逐离开人群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。伊的头毛长甲亲像鹰鸟的毛，伊的指甲发甲亲像鹰鸟的鸟。7年到啊，我尼布甲尼撒额头仰天，我的精神恢复正常，就称赞至悬的俄罗这位尊荣永远存在的上帝。伊的统治永远存在，伊的国线到万代。对伊来看，世间人拢是空虚。伫天顶万军甲地上住民中间，依照伊的旨意做代志，无人会当阻止伊，也是质问伊：你伫创啥？迄时我的精神恢复，我的尊严甲荣光嘛恢复，我的国搁再重生，参谋甲人神搁来拥护我。我重建我的国，得到比以前更较大的权柄。当我尼布甲尼撒要称赞尊崇，将荣光归乎天顶的王，因为伊的所做是信实，伊的道路是正直，行为骄傲的，伊甲伊降做卑微。因为梦境的情形有言拢一一来实现，所以安尼尼布甲尼撒王就降服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伊深知只有上帝是一切的主。
耶稣基督用一个泡汤园的园主甲佃农中间的关系，来譬如家己互上帝的选民所弃杀。但是因却毋知影耶稣基督，迄个园主的独生囝，才是因性命的基石。因却甲伊即个重要的基石，甲伊献杀去。马可福音12章第1节到12节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：耶稣基督又搁用譬如对因讲，有一个人开垦一区葡萄园，四面为篱笆，挖一个酒窟，起一座守望台，将这区的园租互佃农。后来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收成的时，伊找一个仆人去佃农遐，要甲因收远年的果子。因掠迄个仆人，甲伊拍，赶伊空手倒去。伊搁找另外一个仆人去，因伤害伊的头壳，甲伊侮辱。后来园主搁找别个仆人去。因甲伊杀死，伊搁找真济仆人去，有诶互因拍，有诶互因杀死。伊也有一个就是所疼的囝，最后嘛找伊去佃农遐，想讲因会尊重我的囝，毋过遐个佃农参详讲，即个是伊的继承人来。咱来甲伊杀死，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，因就甲伊掠起来，甲伊杀死，甲迄出去伫葡萄园的外面。安尼，葡萄园的主人会怎样处理？伊会走灭者的佃农，将葡萄园租互别人。你毋减毋捌读过这段经文的记载，讲起厝师傅将弃杀的石头，已经最上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主的作为，对咱来看实在真奇妙。遐犹太人的领袖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如是咧指因，想要甲伊掠，毋久惊群众就离开。诗篇16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你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，我毋参与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，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，迷是我的心指点我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伊伫我的正边，我袂动摇，所以我的心欢喜。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。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，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我明白救恩的计划。互阮会通伫生命建立的中间，建立伫耶稣基督基石的顶悬，会通稳固。但愿主帮助阮，愿意谦卑，会当顺服，跟对主的脚迹来行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